门嘎吱声一响，犹如落入时光回廊。梁柱家具可不是仿古，是货真价实的徽州传统建筑，让人置身清朝嘉庆年间。早期是一个花厅，那在明初的时候是当私塾。那进去它就是感觉它很清静啊，因为它不是一般早期没有住，就是没有住家嘛，所以它整个空间还保存得很好。天前古佛是缘分的起点，原本经营古董贸易的温雪琴和夫婿到大陆找建材，却在黄山脚下和这栋古宅相遇，花了3年将它原封不动搬回台湾。当然，再进来，它的那个气氛就会特别浓，因为它是原来的东西这样。阳光洒落穿透处原来是天井，传统徽州建筑只有高墙不设窗，采光通风全仰赖它，而老祖宗还想出个妙用。有一句俗语说“肥水不落外人田”，就指天井，因为它四边的水就从这边下来，然后在它这边会有沟渠啊，它就流到自家的田。大宅门里流转岁月，让人看着、听着、感受着。高挂的文字匾切合夫妻俩奉行的价值。抱朴守素，你有一颗很朴素的心啊，清净的心啊，明亮的心。常年如素的两人在老宅里提供怀石素菜，天然的食材，当令的食蔬，自然真诚对待知音。在有200年历史的老房子里用餐，绝对是独特的经验了。我刚讲省力后嘛，生意好吗？很梦梦哎，很梦梦哎。老板娘说还可以啦，但绝对是客气，因为如果不趁空档，我们是进不来的。一个角落，一杯茶，在这栋独一无二大陆安徽徽州老宅里，仿佛连空气都静止了，非常巧妙的，真的感觉到慢活的乐趣。省力后嘛，很梦梦哎。省力后嘛，很梦梦哎。